因为土耳其大地震，台北市长周万安嘛表示讲，来进步嘛统计，台北若发生规模大的地震，会到4000栋厝。市长嘛讲，也请各单位赶紧来推动都市更新、老厝登记。另外，台北市昨嘛宣布讲，家囡仔放伫准公共托育中心、有居家托育中心的囡仔，补助会对4000块增加到5000块，上紧今年的下半年就会实施。先增加1000元，减轻年轻爸妈的负担，预期大概有6000人受惠，然后可以一年节省掉1.2万。台北市长周万安伫初7市政会议定案，要增加准公共化托育补助，每个月补助增加1000块，第二家长每年通省12000，但是以选前的育儿政策记者会，以第一梯0到3岁为例，是化光各种托育机构的补助要增加2000以上。周万安讲会豆豆实现政见。接下来一一来落实我们相关的政见。我们接下来不只是催生，还有助养，还有好住。我想这些都是我们接下来阶段性会来推动。土耳其的大地震死伤严重，真侪老厝崩起。气象局估计，这个大地震释放的能量是当年921的中倍。各界烦恼，若是台北市发生这款大地震，侪老厝敢记载一条。我们已经请各局处来规划，对台北市整体未来都更或是老屋危老的相关重建等等，我们都会尽速的来推动。周万安表示，根据内政部的估计，台北市若发生6级以上的地震，会倒超过4000栋的建筑。各界拢在关注台湾建筑的耐震能力，台北市也会赶紧推动相关的规划。记者郭文条随台北报道。